掉的那种，他说那种是防不了的。我就想说，真的会这样子吗？伊甲我讲，伊即马甲买迄 N95的吼，一个6块，一个 3M 的啦，嘿，一个6块，不是啊，真的 surgery 迄款的，敢无法度防了。有啦，还有啦，看哪一级的啦。哦。它有分啦，有分，比如说 surgery， 它有一些是分说，大概是病房在用的，然后有直接医生在用的，那个是最好的，防腐性最好。毋拄咱咧挂迄拢是一般般的啦，吼。较一般的，但就是看你买哪一级的啦。就甲我讲，叫阮吼，若是有伫，嗨，食饱。食饱。问有这需要了解啊。N95是不是有一个洞的那一种啊？对对对对。有吗？有的N95有一个啊。有的没有。N95有一个。有的有，有的没有啦。有的没有，有的没有。啊，有诶无诶安尼。有诶无。有诶无诶。有的有，有的没有。哎，就老师。就老师边。就老师边。替他们。替他们。伊前礼拜就听啊。哦。前礼拜讲因囝也听啊。我有记条呢。就无是搬好呗。你讲你咧内底搬去另外一个所在啊？看伊咧厝就知影。哦。那个店安尼啊，阮后日也要去带到新的所在啦，对啊。所以今仔日搁伫你厝呢啦，吼。对对对对。你即摆要住迄个所在是新买的遐？以前恁囝的厝。阮囝住伫遐。你以前捌住过无？阮若去的时阵，就是去叫照顾所，对啊。好，所以有嘛是惯势啦，吼。对啦。过坡困袂去呢。啊。因遐袂歹啊，因遐边仔就是迄个 Jeffrey Open Trail， 足水的。对。迄区较早阮的管区啊。我伫遐住6冬呢。遐拢新厝啦。因遐是新厝，我较早租的是旧厝。遐拢新厝啊。嘛无新已经要15冬去啊。15冬算新的啦，阮这间厝60-70年啊。阮即摆住这间嘛是60-70年啊。系啊，前几工有地动，恁有昨暗昨日暗吼，有地动吼。我唔知啊。你唔知哦？53起地动。系啊。4.2级啊。哇。迄下晡就火烧啊。火烧吼。伫瑞典遐嘛有呢，一个 RE 烧呢。我今日中昼我就闻到迄臭味道味啊。昨昏就开始啊。好，来时间到啊，我甲声音关起来啊，咱来做伙读经文啦吼。好，来，台语吼，基督透放咱做自由，所以恁着徛在，无得搁挂着迄个做奴仆的担。我保罗甲恁讲，恁若受割礼，就基督无利益伫恁。我搁再对逐个受割礼的人证明，伊着行朝全的律法，亲像欠债着行。恁爱对律法称作义的，是已经甲基督决断，已经对恩典的规律落去。因为咱倚靠神对神得听候所仰望的义，因为伫基督耶稣
受割礼啊无受割礼，拢无功效。独独信对仁爱来行的，才有功效。恁前是牛走，是谁阻挡恁？直到恁无趁真理啊！迄号的苦劝，毋是对调恁的出，担保的干会发出规船。我点伫主，深信恁袂止有别样的心志，独独搅扰恁的，无论是甚物人，伊要受нед罪。兄弟啊，我若还得传割礼，啥事还佫受困着啊？安尼十字架的塔盖已经火无啊！愿遐个拍乱恁的，将家己挂断。兄弟啊，恁受调来得到自由，独独无得用自由做肉体的机关，是着对仁爱三服侍。因为全律法包含伫一句，就是讲疼厝边，亲像家己。即使恁三家吞家行了话三灭无，恁着谨慎。当我讲，恁着照神来行，就无正肉体的私欲。因为肉体爱攻击神，神爱攻击肉体，两个相对的，互恁无行所爱行的。独独恁若互圣神所引带，就无伫律法下。当肉体的品行有露现，亲像奸淫、污秽、邪僻、拜偶像、邪术、结冤仇、三争、怨恨、受气、结党、分平、异端、怨妒、酒醉、放荡，以及亲像即号个，我前捌大声讲，今也大声甲恁讲，伊若常常行安尼个，将来无承接上帝的国。若是圣神的果子，就是仁爱、欢喜、和平、吞忍、慈悲、善良、忠信、温柔、准则，亲像即号无有律法禁伊。搁属基督耶稣的人，捌将肉体甲伊的情、伊的欲钉伫十字架。咱若照神来活，就照神来行，无伫对动空空的阳光，三激气、三万度。好，来中文啦吼。为了要使我们得自由，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所以你们要挺起胸膛，不要再让奴隶的恶控制你们。我保罗郑重地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接受割礼，基督对你们就毫无益处。现在我再次警告你们，任何一个接受割礼的人，必须遵守全部的法律。想依靠遵守法律而得以跟上帝有合宜关系的人，就是跟基督切断了关系，自绝于上帝的恩典。至于我们所热切盼望着的，是上帝会使我们跟他有合宜的关系，这是圣灵的力量借着我们的信心达成的。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的生命里的时候，受割礼或不受割礼都没有什么关系，唯有那以爱的行动表现出来的信心才算重要。你们一向都表现得很好，是谁阻挡了你们，使你们不再服从真理呢？这种劝诱当然不会出于那呼召你们的上帝。俗语说，一点点酵母可以使全团的面发起来。可是我仍然信任你们，因为我们同在主的生命里。我深信你们一定不至于跟我有不同的见解。
只是那扰乱你们的，无论是谁，将受上帝的惩罚。弟兄姐妹们，我若继续宣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我若这样做的话，即使传基督的十字架，也不至于成为他们的障碍。我倒希望那些扰乱你们的人自己去阉割。弟兄姐妹们，上帝选召你们，要你们成为自由人，只是不可用自由做放纵情欲的借口，却要以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部法律都综合在爱人如己这条命令里面。要当心啊，如果你们像禽兽一样相咬相吞，你们一定同归于尽。我要强调的是，你们的言行要顺从圣灵的引导，不要满足自己本性的欲望，因为本性的欲望跟圣灵互相敌对，彼此对立，使你们不能自己所愿意做的。但是如果圣灵引导你们，你们就不受法律的拘束了。人本性的欲望是显而易见的，它表现在淫乱、遂行、邪荡、偶像崇拜、巫术、仇恨、争斗、记恨、恼怒、好争、分派、结党、嫉妒、酗酒、狂欢宴乐和其他类似的事。我从前警告过你们，现在又警告你们，做这种事的人一定不能成为上帝国的子民。至于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博爱、喜乐、和平、忍耐、仁慈、善良、忠信、温柔、节制。这些事是没有任何法律会加以禁止的。那些属于基督耶稣的人，已经把他们的本性的一切邪情欲望都钉死在十字架上。既然圣灵赐给我们新生命，我们就该让他引导我们的生活。我们不可骄傲，不可彼此激怒，互相嫉妒。好，来，再来要给咱提醒哈。咱礼拜日要守圣餐咯吼，爱会记咧准备这个饼甲杯吼。OK， 好，今仔日是第5章啦吼。第5章到第6章的第10节是咧讲到信心，还是讲疼心？咧讲到这个属灵的轨迹等等遮的代志，这规个是一个段落啦吼。也是讲对基督徒的做代志的原则吼，保罗大声论到律法甲恩典中间的迄个自由的差别，佮论到基督徒袂当凭律法来称义吼。伊佮一摆强调安尼，伊特别伫今仔日个经文，伊有讲着讲，你若要行律法主义，你着爱完全，就是讲 100% 吼，去行律法的规定啦。但是无人有法度做安尼的来得到救吼，所以生活上要遵守信仰的教导原则，到底要安怎做？伊伫今仔日个经文内底也有去提到吼。今仔日个分段大概分两个大的段落尔吼。第一个段落是对第1节到15节咧讲到自由甲割礼的代志吼。咱知影伊咧讲的割礼，就是咧讲后壁的律法主义啦吼，毋是干那割礼即项代志尔定吼。第2段就是16节到26节咧讲到肉体甲性性啦吼。肉体就是讲咱咧讲情欲吼。情欲这个部分啊，肉体欲望，咧讲性性这个部分吼。当然这内底有一段就是22节到23节，咱所作熟悉定人咧论的吼，性性的果子吼，有9种的特质吼，9种的特质。好，咱来看第1段啦吼，自由甲割礼啦吼，就是讲基督的救恩甲律法
的规定啦吼。第1节到12节是安尼咧论啦吼。啊，我感觉真趣味，就是讲伊伫第1节的时阵，伊就用迄个真清楚，咱讲中文讲开宗明义吼，伊一开始就咧解说着讲到底自由是啥啦吼。第4章有咧讲咱伫迄个圣经内底得到自由，到底自由是伫啥？咱嘛几若摆有讲着吼，就是讲自由是原来无自由的境况的下面去用偷放出来，就是讲做奴才的，亲像威廉蒙斯所咧讲的，即个阿尼西姆共款，伊本来是做奴才，伊的主人甲伊下面甲伊偷放，所以伊咧讲的讲。伫基督的救恩内底，咱本底是受着迄个律法，还是讲肉体的束缚？然后伫救恩内底，基督的救恩内底，咱通好得到自由。吼，这是第一个，伊伫即个所在咧讲的吼。啊，第2个就是讲，伊讲咱伫迄个基督的内面吼，得到自由了后，咱着爱会通安那站立得稳啦吼。这是伊讲，咱着爱徛好徛会知，咱伫迄个自由的内面，咱就会通徛知。伫自由主耶稣基督互咱的自由内底，迄个基础是足稳吼。所以伊伫即个所在写篇互这共太教会所强调的事，就是讲，伊真烦恼的是，遮会得到自由的人，因的信心又搁被摇动。受到假教师的影响，所以因的信心摇动，就徛无在。吼，这是伊所咧讲强调的代志。吼，所以咱若倒转来伫迄个第4章的经文，伊19节安怎讲？伊讲细囝，我为着恁，阁受着生产之苦。吼，为什么伊阁受着生产之苦？因为因已经受影响，离开真理的教导。讲只等到基督成型在你们心里，就是讲爱用基督的神伫内面来成做一个有形的体，就是讲，毋是阁干那一个胚胎尔尔。伫信仰顶悬，因无阁一个胚胎，是一个生息的的生命伫迄个内底。所以讲。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意思讲已经真严重受到影响啦。虽然是保罗初来传福音互因，因嘛做了真好，但是因为伫保罗无伫即个中间，因有受到影响，有受到影响。所以伫遮伊咧讲，你若真做一个自由的人，着爱徛好在，莫去受到无好的影响安尼。伫第1节的上落尾就讲，不要再被恶辖制，莫阁去互迄个打白条的啦吼。你知影最近伫台湾遮开甲有一个妈祖的世界的活动，迄本底是伫旧历3月啦吼，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当啊delay因 postpone， 最近才举行吼。我毋知影咱有看过迄个民间宗教，因若咧庙会咧行的时阵，特别是若有迄个7爷8爷出来的时阵有一寡人就会用亲像迄古早的犯人放迄个啥，放迄个锁链，绑伫即个顶悬绑伫颔仔棍手绑条的咱咧叫做啥？你知无？迄个台湾话叫做牙架啦，迄个就是架。甲你绑条的牙架，咱即摆尾咧讲的意思是讲你无需要做，你做迄个加互家己无用的，所以咱讲牙架啦。保罗伫遮咧讲，毋通阁去互迄个担甲你控制掉的，基本上甲迄个牙架意思是共款的。所以咱爱想办法努力维持伫迄个自由，伫迄个救恩下骹的即个状况。当做一个自由的人，无搁再受到控制的意思伫第2节到第6节的中间，伊咧讲到间底伫基督的救恩内底是无功效的啦讲你要用间底来得到救恩是无功效的。
迄个意思是安尼真清楚啊。所以保罗伫遮咧讲着甲咧即个代志，伊讲如果干若即个单独咧讲甲咧的时阵，讲甲咧甲救恩无关，那安尼犹太基督徒就无法度得到救恩啊。但是为什么犹太基督徒？是因为因相信迄个救恩。但是犹太基督徒有受割礼无？有。啊，为什么因有得到救恩？就是因为因无受到律法的束缚，所以犹太基督徒因会得到救恩。所以其实毋是咧讲割礼这项代志，其实咧讲的是讲律法主义啦。割礼后壁要所要代表是律法主义，迄个才是真正咱咧讲的打，也是讲拄则牧师咧讲台湾人讲的牙价，迄个迄个互你袂自由，袂当得到救恩啦。这是保罗咧讲真清楚一个部分。要得到救恩的人，就爱甲即个律法主义当弃掉，才会当得到自由。讲而且你若行割礼的人，你着甲即个救恩无利益，也是讲无关系，也是讲无功效。原文的意思讲 ，nothing will profit， 就是讲无法度会当得到利益啦，袂当借着律法割礼来得到救恩的任何的利益。所以意思就是讲，你若甘愿去做遮的律法内底的人，那安尼你就等于是自我放弃，自我放弃这个救恩啦，你就自我放弃这个救恩，袂当伫迄个自由的内底。所以讲，遮嘛咧讲到加勒泰教会遮兄弟姊妹因的情形，因是安尼讲自甘堕落有较严重啦因甘愿放弃去受到即个影响安尼啦好，伊讲你若伫律法下面的人，你着欠律法的债你若想要行律法，你着一直欠债，因为你无法度100%来达成，所以你一直受到伊的控制内底，你无法度得到迄个自由，因为你嘛无法度像第4节讲，你嘛无法度靠着这律法来称义伊第4节讲，你这靠着律法要称义的人，是甲基督隔绝，已经都无关系啊！你对恩典的中间已经离开啊！这亲像啥？亲像亚当夏娃共款，因伫迄个乐园内底，上帝讲，即个你毋通做，但是伊偏偏要去做，伊就甲即个乐园无关啊，伊就甲即个救恩无关啊，伊就家己选择离开。亲像牧师伫前摆有咧讲着，保罗嘛用迄个以撒甲以实玛利来讲，以实玛利其实有上帝甲祝福，但是因为伊佮继续往南行，佮离开上帝，佮去娶埃及的太太即个就是今仔日所咧讲的所以你着离开即个救恩，无论是偏对倒一边，行律法主义也好，也是讲我离开上帝，亲像以实玛利安尼来讲，拢是无法度去得到即个救恩所以伫这律法内底，你若要行律法，是你愈行是愈欠债。因为你做袂到这是保罗伫遮咧强调的代志第5节甲第6节，伊咧强调着，咱就是凭着信心来得到救第5节甲第6节，伊会讲，恁着靠着信心，凭着信心来听候迄个望的义这个有较深的意思啦就是讲。借着信心，凭着信心是甲律法主义无关。行律法主义就是讲，你一定要行到100%完全，你才会当得救。但是凭着信心是保罗一直强调因信称义，因为相信主的救恩、基督的救恩，就互上帝称咱做义。后壁迄句话是较深，伊讲望的义是啥物话？伫犹太基督徒也是讲犹太人、犹太教内底，因感觉讲一群义人做伙，就是爱接受迄个律法，逐个伫遐互相
你讲互相提醒是较好听，是讲互相伫遐哦，你做无够，安怎安尼吼？啊，因感觉讲安尼就是伫遐会当来称做义，但是迄是无可能。所以保罗伫遮咧讲，你着爱迄个靠着相信来期待迄个愿望的义。愿望的义其实咧讲上落尾，伫末日主耶稣基督过来的日子，伫最后的审判，听候主来宣告咱是义人，所以迄叫被称做义。毋是因为咱感觉讲我做了足好诶，所以我就是义人，迄是完全无共款诶一个两个极端啦吼。伫即个所在，保罗所咧讲诶，所以伊讲你伫迄个基督内面，吼，你伫基督内底，伫基督内底，就无搁再受到隔离诶影响。伫基督内底只有应允，伫基督内底只有相信。伫基督内底无阁有束缚是自由诶，这是保罗伫遮一再咧强调诶代志。所以伫基督内底就无阁再受到割礼诶影响，因为割礼伫基督诶救恩内底是无有功劳。刚才所讲诶，原来在基督耶稣里面受割礼是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所以拄则牧师伫遐咧讲毋是简单割礼即项代志，讲无论你有受割礼无受割礼，甲救恩拢无关，是你有相信啊无？吼，是你有相信。伊讲，过来迄个因为相信来实践迄个听的信心，安尼才有功效吼，安尼才有功效。这是会通讲是加勒泰书的一个中心的思想，伫即个所在。第三大段咧讲到第7节到第12节，伊讲到你们向来跑得好，讲即个加勒泰人伫即个信仰的顶端，伊讲恁走了真好，就是意思讲当因接受保罗第一届传福音互因的了后，因伫信仰的顶端，伫生命顶端的表现非常非常的好。保罗安尼印象真深，所以保罗一直强调这项代志。向来跑得好，保罗毋但一概讲这个尔听，伫提摩太前老师拢总讲3摆咧讲到跑走，讲到目标。我相信即摆李登辉总统过身的代志，应该伊的壮丽有人会去用到。我已经真跑走。该跑走的路，我想即个经文一定有人用到啦吼。即个保罗一直强调这项代志，因为伫罗马嘛好，也是伫即个亚细亚，即摆讲土耳其即个所在教会内底，有足侪城市拢有起即个竞技场。你知影即摆的即个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对希腊发展出来所以因对即个竞赛真注重，伊用安尼来譬如啦你伫顶悬咧走的人，就是看到迄个终点，努力咧走。伊讲恁头起先走了袂歹，但是尾也去受了影响，所以就无认真走安尼无认真走就会输去啊嘛就会袂到终点嘛这是保罗用安尼竞技场咧讲着因的信仰这个是伫罗马的一个咱较无共款的了解的竞技场是迄个罗马圆形的竞技场对无但是其实保罗咧讲是即种长式的长式的，伊即摆所徛即个是一个看台也是讲电影的官皇帝坐伫这顶悬咧看下骹的路咧伫遐咧走，也是讲运动员伫下骹咧走是伫直的，可能是对正边走到对倒边走到终点安尼这是未整理好进前的遗迹啦搁互咱看一下这是未整理好的这是整理好了，即摆呢人伫遐咧做公园咧行你会看到这个中有一抓中有一抓这个这抓就是竞赛的跑道了竞赛的跑道。所以保罗用这因介熟悉的物件伫遐咧讲讲恁进前走了真好，
治罪会当甲恁主动啊，啥物人甲恁主动？毋是安尼啦吼，结果是遮的犹太基督徒传迄个错误的信息吼，伊讲毋是福音咧甲你主动啦，是遐搅扰你的人因甲基督福音改啊吼，所以伊讲把基督的福音改了啊，甲圣经改了，甲基督的福音改了，迄拢毋是叫做信仰嘛吼。所以因受到这人的影响来离开真道，所以伊讲即种的劝勉，毋是出伫迄个调恁来的，就是讲咧讲上帝吼，咧讲上帝。伫今仔日的经文内底也有讲到教母吼，台语用啊真水啊，一点点的教母就会当影响规神吼，规神这是咱台语咧讲到迄个米粉啊，还是讲咧吹粿啦，吹迄个人参迄个神吼，规神吼。伊咧讲到物件，像咱礼拜日的信息内底嘛，讲到这个教母吼。通常伫圣经的中间，大部分咧讲到教母，拢是讲负面的影响。当然，咱知影伊的体积真细，会当影响真侪，会当影响全部吼，规神全部。保罗嘛用来批评遐个影响着加勒泰基督徒离开真道遮个假教师，因影响着加勒泰基督徒离开上帝的救恩。这是保罗用这个教母伫这个所在咧讲的吼。保罗伫遮咧讲，你伫主的内面，伫迄个基督的救恩内底，应该对上帝无有第二个想法。就讲因伫遮受到假教师的纷扰，因就开始想讲，无得甲安尼嘛对哦，无得讲我破病足久吼，无我嘛对人来倒就倒遐念香一下安尼哦，有即种的感觉的迄个意思出来吼。所以讲伊讲伫主的内面。不但因爱学习无受影响，伊嘛伫遐提醒讲，这假教师需要面对家己的歹、家己的罪，因为亲像耶稣所讲的，因家己无要入天国，结果嘛甲天国的门关起来，也是讲好哪亲像甲一个囡仔阿妈棍绑着一个石帽，甲等伫水内底，迄个意思，所以因爱去面对上帝。爱面对家己的歹啦吼，伫第11节咧讲到受逼迫啦吼，受迫害即个，保罗讲我若咧传即个教理的时阵吼，我就袂互因遮犹太基督徒，还是讲犹太教的主张者来迫害啦吼。这嘛其实本上就是保罗过去咧做的代志嘛，对无？伊还袂正做。外邦的使徒进前，伊就是咧迫害教会，伊就是用迄个论法主义的态度来看基督教的教会、基督教的信仰，所以伫遐诚做迫害者，诚做迫害者。伊讲我今仔日若是继续去传这个吼，我就毋是咧传福音啦吼。我若继续传这吼，我就袂受到迫害啊吼。意思讲，保罗咧强调讲，伊今仔日伫即个福音的工程顶悬，已经坚持。来放弃迄个律法主义，甚至愿意面对因的迫害吼。好，再来就是讲，伫希腊文内底吼，这是伫荷兰本的圣经所写的啦吼。伊讲因会安尼甲恁怨恨啊，也是讲甲恁即个讨厌啦吼。荷兰本的经文讲，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这个讨厌伫原文的意思是咧讲主动，主动叫遮做歹的叫人绊倒的，这拢是主动这种主动。马太福音13章41节伫这个所在就是咧讲到遮的，所以伊甲遮个叫人绊倒的这个字原文甲今仔日咱看这个讨厌的意思是同款的，所以诚做迄个主动。马太福音咱会记哩16章23节，耶稣甲伊讲吼，撒旦，你退我后壁去，你是甲我
悬骹的，啊，即个绊脚的走动，就是共款的迄个意思吼。因为无体贴上帝的旨意，体贴人的意思，这就是咧阻挡上帝的路啦吼。就是即个字吼，我大概甲咱解释者。所以伊咧讲，即个传假信息的人，是是不是伫福音的阻挡绊脚石？伊是犹太基督徒所做遮的简历啦、律法主义，是福音的遮的阻挡吼。这是保罗伫遮所强调的。啊，上落尾一句话，保罗讲吼，我宁可因吼家己挂掉安尼啦吼。啊，伊为什么会去讲着阉割，还是讲自己科学吼？伫罗马帝国的文化，因无法度接受即个阉割这样代志，甚至因无法度接受咱讲迄个伫身躯有赤灵赤风即种的代志，伫罗马的代志，啊，伫犹太人的文化内底嘛是对这真看袂起吼。伫迄个时代，因足清楚吼，所以保罗颠倒用安尼来甲遮的犹太教的律法主义者咧讲吼，你若真正要坚持行律法行到底吼，宁可家己挂掉啊，是咧讽刺啦，吼，是咧讽刺，因为因诚做迄个福音的即个摊盖吼，诚做福音的摊盖，是一个毋是上帝所欢喜的代志。第13节到15节咧讲到自由的代志。自由是啥物货？伊伫遮咧讲自由是包括伫迄个疼心内底。但是自由，伊的演算第4章31节的主题咧讲的。伫第1章也已经有第5章的第1节也已经有讲着啊。但是我想伫第13节开始，即个是现代基督徒也是讲现代人需要被提醒的代志。啥物是自由？伊讲自由是对奴隶的状况去用偷放出来的，但是绝对毋是迄个放纵私欲，也是讲无有限制的迄种自由。这是保罗伫遮足清楚咧讲的。伊讲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成放纵情欲的机会。所以自由毋是犯罪的理由啦，自由毋是犯罪的理由，自由嘛毋是互人得到伤害的理由。这保罗伫遮真清楚，所以第14节伊就咧讲，因得爱互相服侍，这是13节路边吼，爱互相服侍啦吼，互相服侍，互相服侍伫希腊文吼，多拢这是咧意思是讲。做奴仆还是做奴才意思，做奴仆做奴才意思。伫加拉太书第4章第9节，同款的即个字吼。当然这毋是咧讲你着爱转去做奴才吼，是咧讲着你爱亲像做奴才迄种的心来彼此服侍，彼此相听。所以第14节佫进一步，伊讲全部的律法拢包括伫疼人亲像家己。迄个意思就是讲，律法毋是要互你死守的，律法的目的是要来学习疼人亲像家己的一个信用使命。这保罗伫遮非常清楚来讲吼，所以疼人亲像家己是包含全部的律法，是要来实践上帝的疼，毋是要来控制人、甲人绑条的，来讲。互人感觉讲好，我就是有罪人安尼吼。第15节是较趣味，伊用迄种野生动物的写法，讲你若互相相加啦吼，你若互相相加。15节讲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要彼此消灭了。今仔日咱另外一个版本的圣经，就是迄个。中文现代译本，伊的翻译是啥？15节讲当心啊！如果你们像禽兽一样相咬相吞，这个是中文现代译本的翻译啦，伊直接足清楚的就是讲，只有野生动物会安尼相加，甚至家己的族类嘛会加啦，家己的族类嘛会加安尼吼。
所以这个嘛透露一个信息，互咱知，就是讲加勒泰基督徒因彼此有问题，因无彼此相疼，甚至伫遐互相残杀，吼，嘿，我今仔日才看到一个朋友传互我的消息啦，伊讲吼，足奇怪呢，基督徒拢讲疼吼，但是吼，看起来足侪教会内底吼，兄弟姊妹吼，拢互相相加啦，用一句话叫做往内互打，吼，往内互打，你若用迄个 cell phone 的 service 来讲，叫做往内互打，叫做免费啦，所以吼，硬死拍安尼吼，这是开玩笑，但是嘛是一个足切实的一个提醒啦，吼，讲咱伫迄个教会内底兄弟姊妹，袂当参像保罗咧甲加勒泰教会提醒共款，恁毋通伫遐互相残杀，吼，爱疼人亲像家己，这是诫命，也是使命，吼。好，上落尾一个段落就是16节到26节，咧讲到情欲甲性情的对比，吼。16节到24节。咧讲到即个对比，伊讲解明啊吼，讲解明吼，所以讲你着爱顺探性情，毋通放纵肉体。伊大概是这两个对比，一直咧讲啊吼，一直咧讲吼。我有小可互咱的资料内底，我有甲伊小可安尼甲分咧吼。讲第16节讲，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然后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吼。17节讲，因为情欲跟圣灵，伊咧讲到即两个的关系是无法度互相容纳的啦吼。18节讲，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下面。所以伊咧讲的情欲是啥物诶？就是咧讲律法啦，吼，咧讲律法。这是足趣味的一个逻辑的思考吼，这甲咱一般的了解有较无共款吼。19节到21节。伊伫遐咧解说情欲的果子吼，我甲号做情欲的果子啊。为什么叫做情欲的果子？因为后壁22节到23节叫做圣灵的果子嘛，吼。所以这个对比，你讲到什么会叫做情欲啦，吼，伊就伫遐咧讲奸淫啦、污秽啦、这个邪恶啦、拜偶像啦、邪术啦，等等遮个，吼，遮个拢是啦，吼。所以你也看第21节讲等类，意思是讲伊还袂拢总讲完啦，还佫有咧吼。伊讲我之前甲恁讲，即摆佫甲恁讲，惊安尼代志人袂当承受上帝国，所以用过安尼来去做的人，伊毋是圣神的囝，伊无法度伫圣神内底得到自由，伊颠倒爱去面对律法，律法的结论就是死。这保罗伫罗马书讲解清楚的一个概念。伊讲到这个情欲的果子了后壁面就开始讲到圣神的果子。22节到23节，圣神的果子有几项？足侪人直接来讲9项，吼，对不对？无啦，一项尔啦。圣神的果子，圣神的果子，哈 ，carpos。你若照希腊文去翻译叫做 a fruit， 一个是单数的，是安怎伊有9种的伊讲仁爱啦、喜乐啦、和平啦、忍耐啦、温柔啦、良善啦、信实啦、温柔啦、准则啦，遮个有9种呢。一种的果子其实伊有无共款的 test， 吼，咱知影吼，伊有无共款的 test。有诶物件是咱食伊诶经济诶内底，吼，果核，咱讲坚果类的有无？啉咖啡嘛是拢是伫迄个经济内底物件。有诶物件咱是食伊诶肉，但是咱嘛知影讲，比如讲咱讲往来啦，吼，往来咱有一句台湾话讲叫做往来尾，过来咧四过头啦，吼。意思讲，往来尾比钓管较甜啦，
所以伊有无共款的 test 吼。啊，西瓜头是西瓜顶头吼较甜啦，吼。啊，咱嘛知影，你若食西瓜人吼，有人会甲西瓜内底白卵抠起来做啥？做泡菜，吼，会当做泡菜。啊，其实一个果子伊有无共款的 test。另外，咱嘛会当用神秘果来了解啦，吼，这是神秘果吼。神秘果，啊，你知影神秘果安怎？伊会当互柠檬变甜的啦，所以会当改变迄个特质，也是讲伊会当有足侪无共款的 taste。一粒的水果伊有无共款的 taste。啊，伫即个经文的内底，保罗直接要强调是讲，一个基督徒的性命爱有足侪无共款真好的特质，这种是属上帝的特质。你会当来结出借着圣神结出即种无共款的即个特质的时阵，是无有律法会当甲你禁止，对不对？咱若倒转去19节到21节，无论是讲奸淫啦，还是怨妒啦，还是结党啦、纷争啦，律法拢会当禁止，敢毋是安尼？但是你诚做一个有疼的人。有喜乐的人，有和平，敢有律法甲你讲你别当笑，可能是共产党的啦，保罗伫即个所在咧讲，就讲你无有即个律法的禁止，你去诚做一个圣神的囝，结出圣神的性命，无有律法会当禁止这，因为咱是伫即个恩典的内底，伫圣神内底，咱是自由的人，咱是自由的人。24节到24节咧讲属伫基督的人，属伫基督的人，都爱将这个情欲的果子钉伫十字架。所以伫足侪的经文内底，保罗一直咧强调，咱爱甲基督同顶死，然后甲基督同搁活吼。所以19节到21节是爱定死的，22到23节是爱咱要活出来的性命的款式。一个性命有9种以上的特质，会记吼，即个好的特质，毋是干那即9项尔，其实还佫有啦吼。但是伊无拢总写完，就是讲大概安尼甲咱提醒，这个特质啊吼。伫罗马书第6章第6节到11节，伊啊讲，因为知咱旧个人甲伊定是咱的罪来灭无。无搁做罪的奴仆，因为已经死是脱离罪。你若是甲基督同死，就信要甲伊同活。因为知基督既然对死搁活，就无搁再死，死无搁再做伊的主人。迄个死是罪来死，只有一摆；活就是上帝的神来活。那安尼，恁的罪也看做家己是死。神伫基督耶稣内底看家己是活吼，这是保罗的神学甲伊的信仰个别也真清楚啦吼。所以保罗伫遮咧讲，恁着爱靠着圣神来顶头生。其实这甲耶稣基督咧讲的，甲伊甲牛哥丁所讲的共款。你的顶头生是借着圣神来顶头生，靠着圣神来过生活。靠着圣神来结出好的果子。26节伊咧讲到加拉太教会的信徒因真正的问题吼。伫即个所在，伊咧讲恁吼伫遐吼讲贪图虚名啦，逐个人拢爱占第一位啦吼，爱做头啦吼，等等正的。伊讲恁彼此伫遐咧野受气，互相咧怨妒。26节讲。加拉太教会的真实的问题点在，保罗伫哥罗西书第3章第3节到第4节讲，因为你已经死伫生命内底，甲基督拢秘伫主的上帝内面。基督是咱的生命，显现的时阵，也要甲伊做伙来显现伫迄个荣耀的内面吼。这是伫迄个所在咧讲的。伫遮就是讲，咱看见因伫遐。爱骂名啦吼，因伫遐爱，叫因着爱彼此来忍受气啦，袂当互相来怨妒等等正的吼。好，
咱有几个问题来思考啦吼。其实我拄则已经有讲到第一条的答案啦吼。咱咧讲的自由也是啥吼？就是咱伫经文内底所讲到的吼。这个自由是对圣性内底得到的自由但是自由袂当乱使来，毋是无限制的自由。第二个问题是讲加拉太教会的问题是啥物诶？为什么保罗要写即个批来互加拉太教会因有啥问题？除了去互人影响以外，上大的问题是因彼此中间有足严重无相听、无有仁爱等等这的问题，也是讲因伫遐相加相拼、爱捌命等等这的吼。这咱会当佫转去伫经文内底去看吼。第三，我嘛伫头前有小可讲着要来形容迄个情欲，伊也有列出几种吼，会当用2个字来形容啦吼，就是啥物诶？毋知无？就是律法啦吼，就是律法。保罗伫今仔日个经文内底所讲诶吼。要安怎来了解圣神所生的果子，即种9种的特质啦吼，会记得哦。果子是单数吼，单数有9种的特质。圣神的特质敢若只有9种，咱会当去想出倒几种无？当然毋是讲想出愈侪种，迄个分数得愈悬啦吼。其实介简单的是讲，迄个圣神的特质。到落尾，拢用纳伫一项代志顶悬，嘛是今仔日保罗有讲到的，就是疼人亲像家己疼人亲像家己这个代志顶悬。好，今仔日就讲到这，我甲这个关起来，咱会当来讨论。来开。好，声拢开啊！往来头西过尾。讲对啊，讲倒边哦。往来尾是最头。安尼你有听？还是真听？OK。往来头西过尾。头毋是迄个，头毋是迄个，迄毋是头。是尾。迄是尾嘛。唱长的尾啦。唱长的是头，往来头是尾。往来头是尾，对吧？对啦，唱长的是尾。是安那西瓜尾较甜。是安那西瓜尾较，人讲往来头较甜嘛。西瓜尾嘛是较甜嘛。是安怎头往来是头较甜，西瓜是尾较甜。尾转去下骹，伫涂骹，甜拢留着。有。种西瓜啊，较早阮有种啊。真的哦。阮尾巴。尾巴就是有一个那个，往来头基，那头基是嘛是伫下骹。往来头嘛是伫下骹啦，西瓜尾嘛是伫下骹啦。你讲所讲，你感觉西瓜尾是倒位？西瓜尾毋是迄支，毋是接伫迄个迄支咧，迄是安尼倒安尼落来。西瓜尾是空酸啦，嘿啦。连接母猪的。一张往来生几粒？几粒啊？泡面就知。我礼拜买一条西瓜来吃。南部迄糖厂哦，糖厂的人去北部收份啦，
去问北部的咧卖旺来的小姐，讲小姐，你咧卖旺来，你敢知影一张旺来生几粒？伊讲唔知咧，啊是生几粒？伊讲生100外粒咧呢。啊，生啊济哦。一粒啦。啊，到底几粒？一粒啦。就一颗打出来这样子，啊，直接用一张一粒啊。对啊。啊，伊是咧山地西瓜较好食。哦，对，西瓜爱伫咧沙地啊。山地，阮较早用种西瓜咧卖嘛，种几架诶。哦。阮咧种伫遐咧巡吼，看西瓜，倒一粒安尼，倒一个较好食，拢知影。拢人拢会来偷饭。我室内在海边踢给他喝水。我一个所在吼，我感觉我知影伊的意思，伊拄我感觉毋是讲真清楚，就是讲伫咧第5章吼，第5章迄个11、10遐后盖遐吼，伊讲迄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就没有了。伊讲这十字架讨厌的地方是毋是咧讲，十字架是意思的？我大概我咧想讲，是毋是意思是讲十字架就是伊，毋是讲靠你家己会当得到即个救赎，吼啊，毋拄我就是就无了解讲十字架讨厌的地方啊，你头拄讲迄个讨厌的意思是一个看开，吼绊倒，这要怎么去解释哈？我说我还是不懂这个地方呢。OK。要看前后文啦，吼。对11节来看啦，吼。我先用和合本读你听哈，伊讲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啊，那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讨厌还是讲受阻碍的地方就没有了。啊，OK， 咱再来看迄个现代中文译本了哈。我若继续宣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若是这样的话，即使传基督的十字架，也不至于成为他们的障碍。安尼你有了解无？我安尼来讲，十字架讨厌的地方是什么？就是让那些传律法的人的讨厌呐，他们讨厌呐，成为他们的阻碍。传律法的人讨厌，那可不可以说是十字架它代表的意义让人讨厌？对，让犹太教徒讨厌。对，是犹太的基督徒讨厌。对，因为它所代表的意义在让人家讨厌。对，那我知道。那它的代表的意义让人家讨厌，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你不能靠自己得救，一定要被定死了，something被定死了，你才能够得救。就是这么说的哈。自己要。大部分的犹太教徒不接受耶稣是基督，死里复活。他们不接受这个事情，所以你若等于看台语的经文，伊嘛安尼写哈，伊讲安尼十字架的最读来一定会无啊，所以他们完全不接受十字架。他认为十字架是给歹徒的，是最烂的死刑，怎么可能救恩是从那边出来？那有可能弥赛亚是对一个目像的囝，佮出世伫一个足细的城市内底，所以因遐律法主义的人，感觉讲那个不是救恩，要行律法才可以。伊对伊来讲，十字架的恩典，就保罗对他讲啊，伊内底吼律法都没有效了，都无关紧要了。有没有接受割礼跟救恩都没有关系。都没关系。我传规波，你咧甲我一个就吓掉伊。好嘞，我了解。
紧张啦，惊爆了，我都会坐咧那半咧，那你太半了哦，坐咧，坐一起咧，别惊。所以我看兄弟姊妹若有时间吼，至少看3个版本的圣经，呀，比较会当较了解，无看较多的迄个。哎，我咧若出去哦，我咧迄球里面安怎去放球啊？那高啊，你啊，我来好像还有个地方有问题。你这样不会很巧。要不然就不弄。哦，所以我说你刚刚说那个情欲用2个字来写就是律法。对。啊，所以说你的意思就是讲，伫咧17节遐，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是套用在这边吗？其实保罗在这个地方也有讲到哈。看看哈。第18节哈，若你们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了。所以其实伊咧讲的律法就是这情欲的代志，因为律法本身就是在规范说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这个不能做，但是你无法度完全做到嘛。但是咱咧讲因信称义，是即便是你做了错事。你相信了救恩，你面对了，你承认了，你仍然能够被救。但是律法是说你已经做这个了，所以你要被致死。所以情欲跟律法的目的都是导致于死。保罗咧讲的迄个他哲学性的理念是安尼啦。哦。所以基本上，你若咧看一寡保罗的批信来讲吼，你很容易知道讲，伊咧写的批信，迄间教会发生啥物问题，就是讲因伫即个所在
因有纷争的问题。比如讲，你讲哥林多教会上大的问题是啥？哥林多前书上出名的，就是爱的诗篇嘛，所以因就是无听嘛，吼。起初的爱没了。因的纷争嘛，所以伫哥林多前书12章就咧讲着，伫基督内底爱诚做一体啊，吼。所以基本上你若看遮，你就才会知影讲，因的教会所拄着的问题是啥物吼。今仔日就加拉太书的问题，加拉太教会的问题是贪图虚名啦，彼此惹气啦，互相嫉妒啦，然后彼此相咬啦，吼，已经是增加足严重的啊。迄个亲像甲勒的时阵吼，伊咧讲这甲勒，伊伫加拉太嘛讲真济啊，在罗马书也有，是不是在那时候的教会，这是一个所有的那边的教会，这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因为你只要有犹太基督徒的所在，就有这样的问题。这也是要不要接受割礼，也是初代教会很重要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好，哇，我看到西瓜了。安尼是要创啥？还无甜啦，迄个纹路吼无清啊，无纹路，迄无甜啦。是啊，有啊，你也知，迄个纹路就爱开。你给我找一个甜的话，我给你换。我先切你两，看卖有甜无？你老弟咧问。万几箍啦，你趁万几箍，啊，着国宾伊讲买足济去啊，啊，袂歹啊，安尼啦，我都讲大方，你有你趁爱奉献1/10吼，我是讲迄阵拢查到会吼，你也着安那，我想啊，第14节不能讲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以内哈。其实跟亚说的那个新的诫命是很雷同的。所以15节就凸显讲加拉太教会因的迄种教会内底纷争是最严重的，相咬相吞，快要彼此灭绝了。不是你死的，我无安啊。往内互打，就贴切哦，往内互打。那个免费，个免费，真的是。如果迄当阵拄信主的时阵吼，我对旧约毋是讲足了解，因为迄当阵还阁无讲足认真咧读圣经。毋拄迄当阵我感觉罗马书还阁加拉太书，迄当阵我感觉保罗的书信互我真大的帮助，因为我感觉讲，咱基督徒甲一般的人是无共款的，所以说咱。变做讲，偏偏是有信主甲无信主，总是咱虽然有洗礼了，毋拄你洗礼了，你的性命敢有真正的改变？迄是一个真大的问题啦。所以迄当阵我读保罗的书信了，我才感觉讲，原来我一寡朋友吼，伊是安怎做基督徒，有诶看起来伊就是。会互人有迄款的香味啦，有诶就是，嘛是安尼，就是安尼，所以我感觉到，这是在保罗的书信这些就是让我们的生命的品格可以晋升的啦，有足好的提醒啊，对，足好的提醒。所以迄当阵我感觉这真正亲像迄天牧师咧提讲。圣经亲像一面镜，
吼，来救咱，真正是安尼。啊，你也无简单诶，你初信主就读罗马书啊，罗马书是新约上困难诶呢。啊，毋拄我感觉我读了我感觉真勾人呢，因为它有很多的基督徒一些的准则，你要怎么做，你不要怎么做，迄当阵真清楚。啊，毋拄我即马开始，我即马开始为创世纪佫开始读的时阵，我佫甲以前佫无共款的感受，我就感觉讲。这个一定要了解，就像那天文华他说，旧约对我们来讲是没有意义，对他来讲，那时候他的想法是这样。事实上，不是只有文华兄有这样子的看法，我也曾经听人家这样子讲过。可是在这个礼拜当中，我都在想这个问题，我在想讲，我觉得那个旧约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不要改变文华兄你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因为当我在读旧约。从创世纪开始，虽然我这样子去读，看到这个上帝的选民，又看到人的罪性，又看到上帝的慈爱，又看到上帝的公义，你才看到这些东西，你才能够看到上帝将他的爱子赐给我们，一定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不是像上帝若是说 OK， 我今天。创造了亚当夏娃，我知道你们会犯罪，那我们为什么要有那么多的历史呢？那耶稣就赶快来就好啦，对不对？耶稣就来就好了。可是上帝就是一直给人机会，一直给人机会，你犯罪，你一直犯罪，可是你悔改，上帝就又怜悯你。那他本来上帝说。难道我的宝贝生不出来吗？我不会去救你吗？我是守约支持爱的，可是上帝直直给咱机会，直直给咱机会，咱的爱，我个人我是觉得说，我一定了解到之前，才能够想到说，原来神的爱是这么的大，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改变，不是忽然之间，耶稣就来，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就全然得救。No。那个是要有一个过程的，我觉得那个非常的重要。你这关这句啊？这讲的哇，惊破了。又买了。咱咧讲到迄个律法律法是对于什么人开始？会记得无？律法啦。律法对什么人开始的？对摩西对无？摩西颁布的。这是上帝叫伊颁布的，上帝甲伊讲的啊。我问一句话啊，摩西得到呼召的时阵，伊有受割礼无？无，因为伊伫咧埃及长大，所以他没有受割礼啊。他是后来才受割礼了。什么时阵？他领受了律法之后。伫进前，他还没有伊传迄个某的时阵伊要出埃及的时阵，伊传迄个某，到尾啊，伊生伊大汉囝的时阵嘛无，因囝嘛无惊割礼嘛。对啊，然后那时候摩西也没有割礼嘛。可是后来上帝要互伊出要他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他完了。那时候他才行个上帝，敢是要甲抬死，要甲抬死结果因某仔用一个羊皮丢过去。所以呢，基本上摩西是没有受割礼的。没有。伊只有是一个
象征性，象征性，对，象征性哈。所以，我想保罗咧讲到以撒甲以实玛利吼，其实我讲用摩西嘛，会使来代表无受割礼的人嘛会当得救呢吼。对啊，对啊。啊，你也知影讲摩西诶，即个律法是到落尾是为着要帮助遮个定定犯唔对的以色列人，才开始制定的啦。哦，你要看以色列人，迄当阵他们已经出埃及嘛，对吧？啊，大家生活斗阵，啊，然后一下几十万人，无汉尼济人，所以问题真济，是毋是因为安尼？是啊，无唔对啊，无唔对啊，啊，所以神才颁布这个律法。你看吼，一开始吼，因一出埃及要过红海进前，以色列人就咧反叛啊。对。有无？对。你啥事做咱来这无四无重心之地的所在，头前是红海，后壁是水边。所以因一届搁一届，搁离开上帝，一届搁一届咧伫遐咧反叛吼。所以这真做一个真重要的因素，爱互因有一寡改变啦吼，做改变安尼，因才会使慢慢来遵守，要安怎学习，要安怎做上帝的奴仆，安尼。我想这个是真重要的一个起因啦。拄则咧讲到迄个摩西割礼的代志吼，咱来看出来记第4章吼，25节、24节、25节啦吼。摩西对米甸的旷野要转去埃及进前，伫咧路的顶悬上帝拄着伊要甲杀，因某才摕一个真来的石片。刮因囝的包皮吼，再来用一个真代表性的安尼吼。迄个囝是第2个囝嘛，伊大汉的嘛无割礼嘛。伫遮伊无讲倒一个囝啦吼，但是我想有可能。两个做伙割礼嘛有可能啦。爱用伊的囡仔的这个血来污摩西。象征。所以希伯来讲迄句足趣味的，你是我用割礼的血换来的重复啦吼。这个仪表啥物血？这仪表耶稣保血，迄个囝的保血。咧讲，这是一个仪表啦吼，这种是一种象征性的语言吼，咧讲着救恩啦，事实上，照圣经的记载，摩西本身是袂是割礼。我迄当阵读到即个故事的时阵吼，我的感觉是另外一个角度，我的感觉是讲，当神要，因为他那时候没有行割礼嘛，可是神要托付他这些重大的事情的时候，伊爱伊割礼就是爱伊圣洁啦。所以说我迄当我看的角度就是讲，当神要给你一个任务的什么时候，他也是要你符合他的预备好啊。后来给你一个答案哈，我现在查希腊文的圣经哈。那个儿子是复数，所以2个儿子都一起受割礼。OK。希伯来文哈。然后呢，我唔知咱有读者有发生产生问题无？就是讲，是安怎摩西无受割礼？上帝要甲杀，是安怎借着因囝的割礼的血，上帝安怎甲准过？
啊，所以我迄当阵就想，我就是想这个问题，说为什么上帝要杀他？啊，然后所以迄当阵我会想讲，是不是讲上帝要竞选的是爱献给，是不是这样子 ？OK， 我用迄个提摩太做例啦吼，因为咱最近拢在论割礼的代志啊吼。保罗赞成还是反对割礼？外邦人反对啊，反对对吧？对啊。但是保罗教一个人行割礼，提摩太啊。为什么？因为伊是犹太人啊。毋是，是因为伊要去甲犹太人传福音。哦，对，伊要去甲犹太人传福音。所以摩西要倒转去埃及的以色列人族群中间，伊爱有这个礼仪，爱有这个记号。有迄个记号就会使。这个是比较大的原因呐。所以你保罗嘛是考虑到人的因素。呀。呀，迄当时我就想讲，哇，上帝哪会遐尼歹？对无是？啊，伊明明就要叫伊带埃及人出去，谁咯，搁要甲抬？迄当时我就讲，为什么你要这样？其实因为伊要面对的即群人，所以摩西甲上帝问讲：啊，我要安怎介绍你？上帝啊讲啥？你上帝无啊讲，你搁讲我是你的上帝无啊？爱讲啥物人？爱讲阿伯拉罕的上帝、以色列上帝、雅各上帝，这是对以色列落来，啊，以色列人对照认同，所以那个是认同问题。你若看摩西是足可怜的啦。他就被摩西的对摩西的自我认同一直有问题。可是他也是到长大他才知道啊，他才知道他是那个希伯来人啊。其实他一直都知道。因为他姐姐吗？因为他妈妈。哦，他妈妈是内部啊。伊妈妈去做伊尼母的时阵，拢一直咧教，这是犹太人的，咱讲亲子教育。OK， 你想讲撒母耳的妈妈，甲伊的爸爸讲啥？讲恁做恁去圣殿敬拜上帝，我要甲伊养饲甲大汉，互伊去服侍上帝。所以伫养饲的即个中间，就是咧甲准备啊，咧甲教育啊。所以摩西的妈妈。我想是共款的，伫迄个中间，啊无伊袂当，伊绝对袂讲大到40岁，讲忽然间讲啊，我是以色列人，我是毋是安尼？头壳底一直有即种的概念伫迄个所在，这是妈妈对伊的影响。了解。所以你来看吼，伫王中大汉，但是伊的认同是希伯来人。当你走到去缅甸的旷野，拄着叶铁路的查某囝的时阵，叶铁路查某囝讲啥？你是埃及人。嘿。伊即摆要倒转去伫埃及拄着这以色列人的时阵，伊讲到啥？你就是迄个去用驱逐的埃及王子啊，什么人都不是。所以有足大的自我认同的困难啦。但是。较重要是他有认同上帝，你的神成就的大事。是。下礼拜这讲册就要结束啊！你要搁读啥？咱来看个人的书信，好无？下刀。下刀哦。
是。伊保罗的批信，毋是遐尼好了解啦，特别是罗马书啦。因为伊是有受足好教育的人，所以伊足侪迄种意念式的逻辑的 thinking 吼。伫伊的批信内底有足侪即种的，咱讲思辨啦吼。但是真会当帮助咱去思考啦。爱下一点功夫啦。活泼的生命，每天那个，他现在就是在罗马书啦。OK。对，他现在就罗马书，可是蛮短的。所以我是觉得读罗马书又加拉太书，我就觉得也很互相辉映啦。老无孙娘好无？无孙娘到底遐？有我有看到伊。无孙娘，足久无看到你呢，我萍萍啦。伊有一个 iPad 啊。OK。伊爱读圣经。用 iPad 读圣经。我今仔的声恁听了感觉安怎？挺好啊。真好。我感觉大概拢袂歹啊，敢有啥物特别？你今仔日也不一样吗？咱人送我一个麦克风，今仔日拄寄到，我咧试。伊讲我咧用这，伊讲你无麦克风袂使，伊拢寄一个互我呢。声音比较集中啦。应该是啦。比较集中呀。我刚刚我刚刚无戴耳机的时候，好像也是比较好。对，耳机其实效果也应该可以。呀。真会高啊！你会高啊？咱耳机才高，你拖咧。两只拢伫遐啊。两只哦，我感觉一只。我一只。我问一个问题啊，头拄人讲割礼，你旧约，咱你讲割礼就是讲大家以色列人都在割礼嘛吼。当然我就读着讲伫约书亚的时阵，遐伫旷野生拢无行割礼啊，到要入去以前才行割礼。因迄阵啊，因就是安那伫旷野时阵，迄个囡仔生出来就迄阵因前啊无，迄阵来无咧行割礼啊。你有即个割礼意思，咱咪介绍那是新约，含咱咧讲你行洗礼，敢会当讲？小我来讲比较讲新约的 baptism， 然后旧约的迄个割礼，会当来做比较。你无法度甲等同啊！你会当甲讲吼，耶稣甲伊转化啦，伊无等同啦吼。你若受割礼的时阵，咱知影因是
因为这个摩西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阵，胎大囝的灾难，上帝保守，搬过这保守这个因开始就足接受这项代志。搁较早是因为亚伯拉罕的关系，亚伯拉罕生第一个囝，伊要奉献互上帝，上帝佫计甲奉献出来。到尾无了，伊甲讲，着爱行家己讲，因兜所有非以色列人嘛，拢爱行家己吼，伊爱路财拢爱受家己吼。所以因用行家己来变成做认同做以色列人，这个迄个概念就已经设立伫迄个所在啦。其实若你倒转来看洗礼的时阵，伫洗礼的时阵，咱讲一个真重要的话，迄个宣告就是讲。我现在用水甲你行洗礼，是是代表圣神，对无？是代表圣神，甲家己是无关的吼。家己伫当初时来讲，就是因为因游牧民族，伫旷野内底咧行来行去，因为了卫生关系。开始有这种民俗卫生来这个所在哈，来这个所在。这个要甲新约的洗礼甲割礼放做伙去甲等同吼，伫教义顶悬讲袂通啦，伫新约的洗礼较强调迄个是圣神本身。透过洗礼仪式进入一个人的生命里面，较强调是这个部分啦。安尼唔知有迄落无？我咧看是迄个David的问题，大概是吼，伊咧比如，可能就是咧比如讲。即个约的，迄个约的相共的意思安尼啦，伊毋是可能，David，你是毋是感觉讲迄个割礼，就是讲伫迄落亚伯拉罕迄阵是上帝含伊讲，我来用割礼做一个约束，迄个洗礼是伫即个。迄个咱基督主来的时阵，迄个新约的约安尼，你是毋是安尼想？我想是讲，伊头拄讲去讲摩西，上帝要甲裁上帝要叫伊去做，叫伊去带以色列百姓出来的时阵，伊互伊命令嘛，所以离开迄个所在的时阵，伊要去。讲实行上帝互伊命的时阵，迄阵迄割礼是足重要的代志啊！伊也讲，伊会想讲迄无重要，伊就出发去啊，就去啊，半路。像你上帝讲你对我无忠心来讲，检采，迄是一个表现伊上帝无忠心的。会表现嘛，所以上帝爱伊行割礼啊。若告诉讲，咱若要做一个天国国民的时阵，咱嘛是爱受洗礼，才会当做天国国民啊。要经过这个 process。我迄个是安尼。创世纪17章遐吼。10节甲11节遐有讲到吼，就是讲到讲上帝和亚伯拉罕立的约，迄个约吼要互迄个伊下骹的迄个所有男子爱受割礼，才来承受即个亚伯拉罕即个约。我咧想你大概是想讲，即个约的迄个成立是比较起来。是迄个相共意思安尼意思。我是感觉讲，因为伊有上帝，伊有爱伊，
以色列人有行说的，这是变做还是有一个那做法是一个记号哦 symbol 嘛吼，是你要经过这个 process 哦。你若讲你要接受最后所基督的时候，你嘛是要经过有一个 process。毋拄我感觉真无相像，就是一个会听，一个袂听。做囡仔时阵也袂听。阮囝佫安尼发烧呢。阮囝为着这个代志，阮囝为怎买课去？为怎去病院？伊怎伊阮买课倒病院倒笔记讲这，阮这第一买课笔记第一胎时阵，然后怎带这个要 Christmas 啦，吼。Christmas 诶，迄阵阮买课是2月22出世啦，吼。阮落去，阮伫 Toronto 阮买迄个要去，我因为我迄种insurance 哦，互伊当到 private room， private 做大间诶啊。因爸爸就讲，叫伊讲，你这个点仔住较久诶啦，住1礼拜啊，安尼啦。再甲医生讲，你敢住较久诶安尼啦。医生讲，好啊，你要住较久，你住较久，阵也无啥 ，Christmas 也无人咧生囡仔啊。我所就互伊住1礼拜，所以伊22生，那个加22、20，迄阵那24个款啦吼，当落去甲迄个迄个 circumcision 安尼吼，我会记得我家己去礼拜啊，吼，迄礼拜了我去礼拜倒来。了，落梨啊，甲抱咧，安尼，那是会听迄个，嫁日就 OK 啊，嫁日就 OK 啊。我拢是讲爸仔某拢有，当时爸仔某有味啊看。哦，但是阮老母微信抱起就抱起，了就抱来讲 OK 啊，抱你大遐。Vicky 是讲好笑是讲 Vicky 你啊，互伊大哦，伊大开始咧哭讲。伊大汉我做无伴诶，对，大家拢你 Christmas 大家拢咧处理啥，咧处理病医。我迄恁爸甲你讲诶，你听恁爸诶话。你才甲伊放伫遐一礼拜。伊爸爸讲你当下拜伊讲，你倒去吼，你来下暗时你起来看囡仔，你当遮吼安尼，你病院安尼遮较迄个人甲你看便啊，你免得看。护士离啊，当个照顾。等到离啊无聊啊，等下大家拢倒去啊，迄 Christmas 啊，大家拢 Christmas 拢 family together 啊，是安尼个时代啊。生第2个吼，了第2就是倒去啊。惊着。拄阮囝是嘛是。迄小儿科，迄是小儿科医生来甲用的啦。咱生了小儿科医生来甲用，毋拄阮囝为着迄全发烧呢，毋拄真紧就好啊啦，真紧就好啊。是讲咱咧讲像伫迄个以色列人伫抗疫时阵，你讲迄阵迄个约书啊，因要进入加利哥城以前。遐大家拢离啊行较累嘛吼。我袂迄看偌济人呢。做伙一个做伙哦。你想你读迄个创世纪，你想你迄个哪国诶，你个囝讲去讲叫人行较累啊，才个全部人代死。还是，变做，看人咧，要咧马多通咧行啊，那个。够厉害。叫人靠堂来甲东西，开始。迄个时代可能无裤，敢若有袍子尔。
好啦，无咱先来祈祷我甲即个 live 关起来，咱再过来开讲啦吼。向咱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互阮组织伫网络，阮来参考保罗吼，甲来正教会的培训。主阮特别今仔日领受到迄个圣神的果子，你爱阮来活出即个果子，有香香的气味，有好食的香味会通来吸引人。求主你来帮助阮，阮无伫迄个济的困乏的下面。也无亲像加拉太教会所拄着的问题，阮感谢你，互阮会通真好的讨论，彼此来分享。阮求主你继续来保守阮，无共款的所在，有主你会恩典看顾，祝福伫阮的中间。献上感谢，得主耶稣基督圣名，免。阿门。切西瓜哦，切西瓜哦，西瓜，西瓜，西瓜免用切，西瓜